哦，今天要做一件爱心，全部都先分享一下。好，今天要做一件真正的一个爱心，先分享起来。全台湾动起来，今天要做爱心。今天要替小孩子出一口气。好，今天要替小孩子出一口气。今天要替小孩子出一口气，先分享起来。今天要替小孩子出一口气，先分享起来。先帮我分享一下，好，今天要替小孩子出一口气，对。有社团丢社团，今天替小孩子出一口气，然后哦，昨天气爆，我跟你们讲，昨天气爆，我们就交给消防局他们去处理就好，好，跟派出所去处理就好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现在先讲一个正经事情，有社团丢社团，哦，做爱心的一个案件，先分享起来。有社团丢社团，快点分享起来。今天要替小孩子出一口气，因为小孩子这样的事情很大条。哦，他也都没有讲，然后放任的小朋友在外面流浪就算了，然后还有社工都是掩护他们，而且社工我也要来告社工，社工把我的名字什么都告诉了妈妈，这样对吗？而且妈妈还小孩子发生事情，妈妈还每天晚上去喝酒去狂欢，把小孩子丢在家里。有够可恶的！啊，你说社工那个，你妈妈传给那个社工那个对话的，在我这里。社工还通知妈妈，说是谁爆料的，说他有看直播，说他直播的，是我直播说他直播的，是我直播的，我爆料的。啊，你看你们有没有看对话记录？不知道谁在说谎，不知道是妈妈在说谎，还是那个谁在说谎。而且他们还有公布我的名字。哦，不知道是妈妈牵拖到社工，还是说社工有跟妈妈通报这个东西。他们从2008年这个案件，就第一个小朋友就已经受虐，当时的受虐的新闻，给你们看一下当时的新闻，很可恶，这个妈妈是非常的可恶。所以说今天才请那个吃子哥，刚好他昨天密我问一些问题，才请吃子哥今天做个爱心，公布给大家知道，他今天是做正经事情。我会拜托他不要讲话。你们来看，2008年就有这件事情了，12年了，到现在还是继续。来，这是2008年第一个小朋友，对。可以去查这个新闻。2008年，女同居人，就当时的小朋友，生殖器官全身烫伤40%啊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这当时的小朋友，现在小朋友已经17岁了。所以说，当时的小朋友在阿姨那边，有2个在阿姨那边。说今天妈妈再这样，阿姨真的看不过了。阿姨请求，因为这个妹妹真的很可怜，阿姨再讲一点点就好了。对。因为女孩子那个妹妹在家里的时候就常常被妈妈就对她不好了啦。
还说要生个女儿会好好疼她，结果什么都没有，反而还骂得更难听。她怎么讲？反正妈妈就是那个妹妹给妈妈不讨喜就对了啦。哎，有没有常常打小朋友？妈妈有没有打？是抓不到证据而已。对，是常常打小朋友，只是没有证据而已。啊，他教的男人都有打过。他教过男生，几乎都打过小朋友。啊，也因为这样，小朋友常常被寄养，被寄养后还是一样送回去妈妈身边。啊，我之前就告诉他了，好好对待小朋友，不要自己好就好，然后对小朋友这样子。啊，妈妈还是屡劝不听，没有用。他今天告社工的原因是啥？什么原因？该有的行为没有行为去做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这样，有做该有的作为而不作为，就是该知道该保护的时候，为什么他不保护？是不是这个原因？对啊，就是很气社工为什么没有保护那个小朋友，啊，马上帮他安置，啊，一直延伸到事情后来越来越严重。这是我前天来提告，昨天才说安置的。我前天有来地检提告，当证的，啊，昨天安置的，啊，今天真正提告是他们家属。昨天安置的啊。昨天你问他，昨天妈妈昨天在晚上的时候，妈妈才跟我们讲说，小朋友已经被安置。对啊，昨天才安置的啊。是啊，我前天来的啊。太晚，伤害都已经造成了，最大的伤害已经造成了。而且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2个礼拜多了，2个星期了，现在才安置。啊，我前天来地检提告才安置的呢。是啊，所以这个社工没有善尽他的职责。就是有作为而无作为啊。对。应有作为无作为啦，渎职啊！好，妈妈请，啊你们就在这边，啊，可以。今天要替小孩子出一口气哈，因为小孩子怎么样？被虐，因为小孩子被虐童，都被打。每天都被打，还有还有妈妈放任流浪汉对自己的小孩上下其手。了解了解。那我跟你们讲一下今天是来做爱心，我们要出一口气，我们要出一口气，懂我意思吗？再来是我家，再来就是我家气爆，我们就交给法律来处理这件事情，让法律来还给我一个公道。这样你们懂了吗？清楚了吗？这样你们清楚了吗？这样清楚了吗？我跟你们讲一下，这样清楚了吗？这样你们懂了吗 ？OK。等一下，我们就交给法律去处理。我家的事情就交给法律去处理了，懂了吗？直播先这样子